互我今日犹原通伫主你的面前来领受恩典。主啊，你帮助我，赐恩伫我的身上，为着要存留我的活命，互我会当来见证上帝你家己的名。我的主，我的上帝，你的阳光无加添，你的阳光无减少。对近顾到永远，你是上帝。你看顾遐个超找你的人，也看顾遐个流离失所、心灵无平安的人。主，我的上帝，我仰望你，因为你照着你的应允所讲，你互人的活命得到存留，为着要将你家己的阳光显明伫伊的身上，互普天的通知影。天顶地下，独独摇花是上帝是主，所以，阮今仔日用感恩的心进入到上帝你的圣殿。伫遮，阮和众兄弟姊妹三甲做伙，同齐来感谢，同齐来敬拜主。愿恳求你的圣灵伫阮当中运行。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既然洗清我的罪，洗清阮的罪，阮就通用圣洁敬虔进入到上帝你的面前。是因为基督的保护，加早伫阮的身上，阮才无抵到死亡。上帝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遮尔大的疼痛。主，我也搁再一届甲家己奉献互你，互我的活命就是你所赏赐互我的，我会通用伊来做义的器具，用伊来见证上帝你的圣尊名。唯愿一切颂赞而乐，拢归乎你。愿你今日伫阮当中继续引带阮，伫阮的日子当中继续教示阮，互阮会通听见你对阮讲的声音，讲这是正路，爱行伫其中。互阮毋是随谈世俗，乃是阮进入爱的门，进入爱的路，互阮行上帝你为阮定着阳光的道路。感谢主，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看顾阮，对少年到年老，对近顾到永远，你的信息、你的慈爱，拢无改变。就是因为你的疼，所以阮今日才会通搁再因你的疼，徛立伫上帝你的殿中。主，阮感谢你所赏赐阮的家庭，赏赐阮身体的健康，赏赐阮灵魂活命的平安。利用你慈爱的圣手一直看阮。互阮无抵到迷失，互阮能行伫你的道路。就是偶然，阮受这个迷惑所歪错了路，但你用你慈爱的手看阮、管教阮，犹原甲阮带倒转来伫你公义正直的道路。你是主，你的慈爱、你的信息，直到永远隆重伫地。主，我们感谢你所赏赐阮的日子。今仔日，阮因着你的疼痛，搁再一届进入你的门。伫你的殿中要来敬拜你，亲爱的圣灵啊，恳求来引带阮，因为阮未晓安怎样啊敬拜，原来是恳求圣灵来帮助阮，互阮真正会晓伫真理内底面，用诚实的心来敬拜、来服侍、疼惜阮的主，也互阮领受你的话语，伫生活中继续见证上帝你的圣尊名。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咱请建基兄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大家早早。我来做消息报告。第一，伫主内面，咱今仔日要欢迎罗安洲传道，来到咱本会，为这个经生团契，高雄区会逐项的事工来劝募，并且要感谢兄弟姊妹爱心的奉献。愿主使用经生团契，成做这个经生人的恩典，并且赐恩予罗传道会当侍奉得力。家人蒙恩。第二，今仔日廖牧师要去屏东圣教会服侍，请兄弟姊妹为牧师的出入行程甲逐样的事工来守望祈祷。第三，10月初2到10月初4，
礼拜一到拜三，南部教区秋季中青的旅游，详细的行程已经公布伫即个中青团客群组。费用是2人房，一个人是8150块，3人房7800，4人房7200。若要参加的，请向中青的各小组长来报名。第四，圣教会总会伫10月初8到初10，就是礼拜日到拜二，伫嘉义的明都大饭店要举办全国社青联谊，讲员是刘晓群牧师，就是伫骨 TV 内底迄个老三广告迄个啦，老三啦吼。主题是讲搁较好的咱，内容专题讲座小组分享，烤肉联谊的活动，欢迎23到45岁。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来参加，已婚还是未婚拢会使进。费用是一个人5000块，请向少会传道来报名。以上敢有补充报告？无咱下面要请敬拜团来为咱敬拜。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对这牧师会开始带咱的祈祷，一直到书会报告，拢是咧关心上帝国，关心上帝的家。感谢上帝，咱这时也要用着诗歌的敬拜来准备咱的心，甲主愈亲近。因为恩典遮尔啊大，你甲逐边的人讲，上帝恩典真正大咧。上帝恩典真正大。上帝，咱若开始想，咱为什么爱感谢？咱搁唱一摆了后，咱就开声来感谢。当咱的嘴有开，咱的灵就开了，心开灵开，搁家己讲一摆哦，心开灵就开啦，
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命乐，为啥人生好天的拢总相加？接下来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主，互阮的儿童胜利引导我过去。阮感谢你听阮的恳求的上帝，你互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你互这雨水灌下全地，互阮会通得到一切供应。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你按照你美好的时刻做成美好的事。阮要感谢，互阮还阁活着，还阁有活命甲气息，互阮来经验上帝你极大的恩典。咱们要讲活着真好，活着会当学乐，活着真好，会当为主来传播。感谢上帝，将好消息互阮得到。阮也要将这好消息来向世间人传讲。你是真正阿爸爸，你是对阮真正好、真正好的上帝。哈利路亚。圣灵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心上合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乎我头也关的主。虽然对着畏惧攻击我，你向前我行在海，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互我完全的生。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心上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就是乎我头也关的主，虽然对着畏惧攻击我，比你向前我行在海。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互我完全的生。上帝讲伫我内面的，较赢过世界。求主拍开咱心眼，一直看见。虽然对着畏惧，虽然环境遮尔啊侪个无好的代志发生，但是上帝，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上帝。有你甲我做伙，一切拢要得胜。得胜过咱家己的脾气，得胜过咱的私欲，对起咱以前对肉体来迄个歹来，愿主来帮助咱有一个顶头新的活命，因为伊是我的上帝，伊要更新变化咱的一切，将咱交代伫伊手心内面，上帝就互咱才有一个换心术，互你歹心克掉，换一个纯洁的心啦。咱来祈祷，哈利路亚，咱来吟唱。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
下人心的上帝，阮感谢你听了阮的恳求，阮将阮的邪情误会等伫深海中，你无再纪念，阮偶然有受到过犯赢过，总是阮靠着你已经全然搁再一摆得胜。阮感谢你，互阮的活命，就是还阁有机会更新悔改。阮感谢你，互阮每一日会当清醒来快跑军队的你，行头前的路。阮感谢你，因着你的保护，互阮真做胜，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一直阮讲上帝，我要甲上介好的，迄个性格无下事的我，是为耶稣基督所成做成成的工课。所以感谢你，我要甲我上介好的来献互我的主。将我最好的献给主，献我年轻的力量，献我纯洁完整心灵，为主真正的尽量。主耶稣让人好梦游，勇敢坚定不摇动。我的忠心奉献爱主，将最好奉献给主，将我最好的献给主，献我年轻的力量，请你全部修炼我。将我最好的献给主，献我心中的宝藏，好主的宽恕中最好，不为家己心乐。上帝所听都先想了，白白送好谢谢你，愿冬天那天心飘主，将最好奉献给主，将我最好的献给主，献我年轻的力量，请你全部修炼关照，为主真正的尽量。迄个少年的心嘛，无看年纪会偌济。所以我要把迄个活泼的心灵，为主真正的快乐，搁再一摆献给上帝。无论我几岁，我要搁再一摆上介好的，拢献给上帝。下面来吟全首。将我最好的献给主，献我年轻的力量，献我纯洁完整心灵，为主真正的尽量。主耶稣让人和梦游，勇敢坚定不摇动。
这是阮的祈祷。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讲，阮要将阮上好的来献互你。阮要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用阮全心全灵，用阮的活命来献互你。阮会当称伫你所属的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为着是要伫即个世间，为着要见证上帝你的名，为着要面对伫即个世间对世界来的挑战，对魔鬼来的挑战。但是阮知影，因为你甲阮同在，阮就无惊吓。阿门。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望会当搁较侪经历上帝对你所来上天的恩典、上天的恩赐，互阮的活命会当对你得到能力，对你得到快乐，阮就会当搁较侪会当伫即个世间来见证你的名，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你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活命当中，照着阮所活的年日，搁较侪享受同样的快乐，互阮的活命会当靠着你刚强壮大。我感谢你，愿荣光拢归乎你，愿颂赞拢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门。咱同心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遭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锤仔，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兄弟，请坐。继续来读上帝的话，是咱的启应文第30篇。我客兄弟来用和的时阵，三甲来上读。恁着称谢耶和华，因伊本为善。耶主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拢讲，耶主爱永远长存。有耶和华帮上阮，我必无惊。人会当甲我怎样呢？投靠耶和华的赢过我靠，投靠耶和华的赢过伊我热人。投靠耶和华赢过有来王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伊也成了我的拯救。伫义人的帐边内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正手施展大能。恁着称颂耶和华，因伊本为善，伊的慈爱永远长存。伫遮有一个三角简单的分享，上帝命令咱讲着怎样着怎样，毋是爱怎样，爱是我阁会当要爱阁毋爱，着怎样就是一个吩咐，命令句就是一定要做的啦，阿门。所以恁我着学咱讲，咱着学了耶和华，好无来。咱着学了耶和华，意思讲这一定爱啦，阿门，阿门。好，我们以下时间下面的时间来交代好卢传道，好，来咱来拍谱啊，来黄延一。谢谢。牧师娘以及团队以及咱列位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贵教会愿意接纳更新团契高雄区的来甲贵教会做今仔更新团契事工报告，以及咱等的主日的这个正道。伫这正道进前呢，咱要来向各位来简单报告一下我们更新团契高雄区的一寡事工吼。
更较详细的部分吼，就麻烦请咱兄弟吼来参考阮所行过这个贵坎吼。伫遮嘛来恳求咱天顶的上帝吼，来祝福贵教会所做的每一项的事工，因为这个事工会使互人得到属灵的这个福气。以下呢，我就来用一寡时间来介绍一下阮区会一个事工吼。今仔这事工呢，为阮革新团契这个创办会开始无论是机构也好，也是这教会也好，伊拢有一个创办革新团契是安怎开始的呢？革新团契就为一个典教长的故事开始讲起而这典教长呢，伊伫家教呢，这个服务已经超过30年伫伊这个要退休进前呢，伊就甲伊的亲戚朋友相甲应接。因这过程当中有一个伊的朋友非常好奇，因为这个朋友从来毋捌去过家教伊就问这个典教长讲：某某典教长，请问你一个问题伊讲是啥物问题呢？伊讲你伫这个家教服务超过30年请问敢有一个犯人因为爱关怎去关了，怎揣到变好？敢有这种的人？当下这个典教长想真久，实在是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请问列位兄弟，伊为何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呢，伫这个典教长的印象当中，实在是无出好人物啦，无啦，30年来从来毋捌拄到。咱可能咱的一般人听就过去但是这个问题真做伊的挑战。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犯错，除了咱真消极限制的自由，就是讲甲关起来以外，敢有较积极的做法，就是讲伊伫受刑的这几年当中，是毋是会使接受福音的教化？因为安尼是毋是就像咱圣经讲有一个顶头生的可能性，有啊无？所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后呢，因为是基督徒，所以伫退休了后呢，伊就开始召集全国超过10个牧者甲传道师，开始入去甲家教，开始做福音的报道的教化。伊是几水呢？伊就是前宜兰家教典教长叫陆国栋弟兄陆国栋，伊就是更新团契的创办人真侪人叫是讲是迄个黄明正、黄明正，其实毋是伊较是阮真正的创办人时间过了真紧伫旧年已经过超过40年伫今年开始就已经踏入41周年因为更新团契呢，所有真侪受训人伫这个家教内面，伊开始会使认捌主耶稣。因为认捌主耶稣，所以呢，伊就会使接受主耶稣嘛。因为安尼，伊的生命改变。咱的圣经讲，一个人信主，规家伙安那，就会使信主。规家伙信主咧，圣经无讲，但是咧，咱知，规家伙信主了后，因为因的行为改变，因为因受到耶稣的祝福了后，就会使减轻真真济济的这个社会问题。这就是更新团契为这个受训人所做的。因为呢，更新团契爱做的要讲的真济啦因为今日时间有限所以咧讲就阮区会未来的事工的重点第一就是叫做天使树的活动这是什么活动呢？就是专门为这个受训人未满18岁的囝儿来送这个礼物因为这个受训人呢，因拢是长兄弟所以呢，因实在是无法度来陪伴这个成长这个囝儿，安尼咩啦就是更新团契来替因完成所以呢，高雄区会呢，当然就是送高雄区啦若贵教会愿意就爱甲迄个台南区会来接触恁来看其讲，就是应该是恁的倒手柄就是阮的同工呢去送这受训人呢这个家属因的细汉囝互因呢嘛会使感受到天父上帝对因的疼。第二个就是上白树什么是上白树头拄天使树是囡仔这个上白树是啥？就是因的爸母啦因受训人嘛当讲因实在是真歹势无法度来孝敬爸母甚至有当时呢，因服刑的时阵，因的爸母就来过往过往呢，有当时佫歹势转去因为转去爱安那爱骹了安尼哭咧手骹爱哭咧爱亲戚朋友安尼指指点点，真歹势。所以真侪时阵伫迄个受训的过程当中，因的厝的人过身拢无甲因通知是因为面子挂袂掉所以因家己嘛了解所以因较悲惨的毋是面子问题，是因感觉因无法度尽到一个这个孝道所以呢，咩就是更新团契来代替完成所以这两项事工呢，是阮未来要做的头拄讲到迄个天使树是7月份开始已经咧特别开始来推行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的
这个中间，阮会甲这个礼物吼送到因的手中吼。以上就是这两项的事工，嘛麻烦阮的咱立位的兄弟，来为阮敬星团契来支持来带导。过来就是咱今仔日正道的部分咯，就是这个今仔要讲的这个主题题目叫做听厝边吼，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咱等下咧做伙呢来谈吼。今仔日讲的呢也有4大部分吼，一来要向各位兄弟来报告分享。这是咱先3角头来祈祷。主必听堂的天父，多谢你，你今仔采起来差派仆人来甲你所听的教会台南安乐圣教会，今仔日伫遮要来做这个事工的分享以及等下的正道。今仔所正道的题目就是听主边，是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斩经伫地上所讲的一个真重要的比喻。照到这个比喻，互阮知影基督教的精神是啥物。爸上帝恳求你，即时你嘛拍开兄弟的心。甲耳孔，互阮专心来听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安尼，阮就会使了解这个比喻甲阮如今的信仰，甲阮如今的这个兄弟到底有啥物款的关系？嘛，因为安尼，你来引带阮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安尼，阮就将阳光来归乎天顶你的爸。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好，引言前言。有一个失明的老人，因年纪也嘛真大，因为失明目睭看袂到，所以呢，已经失去了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只好呢，伫人的商业大楼的头前的墘站坐伫遐咧共讨食。伫身躯边呢，用炸2项物件头一项就是钱筒就是互落钱第2项就是迄个纸牌迄个纸牌甲翻过来的意思就是讲我是青面，请你帮衬我。虽然讲商业大楼头前呢来去的人真济但是愿意甲施舍实在是真少所以呢这个老人伊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问题。一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女士为头前行过，伊看了后呢，伊就甲伊纸牌甲摕起来，变怪写几个字，甲藏落。讲嘛真奇妙伊离开了后，奇迹就发生了真济人行过开始就向伊施舍。一时啊，伊的迄个钱筒就满起来。这个失明的老人实在是感觉真奇怪，伊实在是想无啦伊拢想讲，我著直接坐几啊天、几啊个月我钱筒将来就毋捌超过一半。为何这个妇人这个女士离开了后呢？我钱筒马上就满起来呢？所以伊就想讲，明仔载这个时阵，我坐伫遮，我一定要来了解，到底这个女士替我做些啥物。因此第2天坐伫遮的时阵呢，伊耳孔就真注意来听。无偌久呢，伊就听到一个真熟悉的脚步声，伊就知是昨帮助伊的迄个女士。所以呢，伊就紧的走过，甲伊小腿摸咧，甲讲：女士请你甲我讲，你昨到底为我做啥物？是啊，你走了后，你钱筒就满起来呢？这个女士笑笑甲讲：其实无做啥物啦我只是甲你的纸房变怪写几个字反过来意思就是讲，今仔天气真好，我却看无。其实。第2个意思甲第1个意思其实是同款只是表达的方式无同。因为表达的方式无同，所以真侪人过人就产生一个怜悯的心。嘛，因为安尼，所以愿意来甲施舍，所以伊的钱筒真紧就满起来。所以讲到这，咱就想起讲咱的四福音内面嘛有记载一个，就是咱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甲咱头拄所讲这个故事非常的这个相似。这个比喻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伊会使甲咱基督教的真理表达得非常的完全。所以呢，咱今仔日会讲台主要的内容甲目的，就是要来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以及伊甲咱的如今的现今的咱这个信徒到底有什么关系？来，刷来就是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这就是咱今仔日讲台主要的目的甲内容。大纲一试探真理，记载是伫25节到29节。这时咱就邀请来兄弟做来读，请来试讲，是我着早已做，才会得到应话。耶稣对伊讲：你是啥物？伊读了怎样？伊因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
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所会得，行即个就为我。若是伊显明家己做着，就对耶稣讲：是水是我的厝边。头一部分要讲，各位讲个针锋相对吼，就是先变先吼，记载是25到28节。圣经甲咱讲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吼，咱就甲讲律法师啦吼。这个律法师讲徛起来要来试探耶稣，徛起来原来意思就是攻击，佮加上试探。所以咱知讲，律法师以下所讲的话，毋是出自善意，甚至咱使讲出自敌意。但是这个律法师是安怎要来试探耶稣呢？真有可能吼。这个律法师就是当初是迄个阿着率领犹太宗教的领袖所派出来一个拍手。伊要创啥？伊就是要来当场要来引导耶稣的教示，或者边仔四周的人会使佫转起来支持阿着率领的犹太领袖是安怎呢？因为自从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以后，耶稣真老医病嘛赶鬼对吧？更较重要的，就是伊真老教示。咱的书信讲耶稣的教示，往往互人感觉真稀奇。什么叫稀奇？就是真有宽禀。换一句话讲，就是耶稣所讲的话，拢会使掠掉人的心。佮换一句话讲，就是耶稣所讲的，比文书甲法利赛人更较好。嘛，因为安尼，所以侪人开始来攻击耶稣，就无搁去来攻击犹太宗教领袖。所以，这宗教领袖因就想，那继续安尼落去，因就无啥物存在必要性，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呢，既然耶稣真老教示吼，伊就爱派出一个对律法研究较真透的人来试探耶稣。上好就是当场互耶稣闹开，那安尼因就达到目的。所以就请到一个对律法研究较真透的人，叫做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既然要试探呢，就是要有一个议题吼。所以呢，这个律法师就想真久，伊就问耶稣咯。伊讲：先生啊，着怎样做，才会使得到永活？伫即句话，咱有两项要注意吼。第一，这个问题是会互耶稣失去了教示的权柄。伫咱现代来看即句话吼，咱感觉无啥，最有啥好试探的吼。因为大家拢知什么是永活嘛，大家拢了解啊，安怎做大家拢了解。但是咱倒去到耶稣的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迄当阵因犹太立笔的中间非常时常咧讨论一个神学的问题嘛是众百姓一直想要了解问题。咱会记你讲，伫四福音内面有一个少年官嘛，曾经问过耶稣这个问题，就是我着怎样做，才会使得到永活？所以这个问题伫当阵非常重要。所以呢，耶稣若无法回答，伊就会失去了教示的权柄。第二呢，咱要注意的就是，伊问是怎样做，伊毋是问讲什么是永活，因为什么是永活，因早就共识啊，迄无什么好试探，都是因为安尼问怎样做，怎样做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想法无同，做法就无同。嘛，因为安尼，就大了增加了试探的空间，嘛大增加了试探的成功的可能性。譬如讲，人拢知阮经生团契就是爱听经生人，对无？但是安怎叫听经生人呢？每一个人讲法拢无共，做法都无共。伫耶稣的时代，有一派人认为你只要好好来认捌耶和华律法，安尼你就使得到永活。但是话佫讲倒转来，怎样叫做明白？怎样佫好做呢？每一个人讲法佫无共所以做法都无共。所以讲到这，耶稣若无法回答，安尼耶稣就会去用试探成功。但是咱知，耶稣是智慧的主，伊总是充满了智慧。安尼，耶稣咩来回答这问题呢？你更知耶稣是智慧所以耶稣伊嘛无正面回答，安怎做才会得到永活？耶稣颠倒问伊一个问题迄叫做反问法这个是迄当阵的列比咧教学生时常用的方法，就是问一个问题，叫家己去思想。耶稣安尼做，等于甲球佫踢转互伊叫你家己去想。所以耶稣就问耶稣讲你读了怎样？律法记啥物？意思是讲你遐尼了解，安尼你讲律法安怎讲？这个律法书当然是对律法非常熟，所以呢，伊拢免想就马上讲出来伊就讲到写真心真心真力听主的上帝，乖咧，佫听厝边亲像家己。
伊讲了了呢，耶稣的回应更加奇妙吼。耶稣讲：你讲了真好，安尼做就会活。讲到这个律法师心足凉一半。律法师心内想讲：你用我的话回答，我阁袂使讲你唔对咧吼。阁怪咧，伊心内想讲惨啊！那继续安尼落，我都无得交差啊。所以呢，伊就心内开始想，安尼咩啦？头一步想袂出来啊，紧诶第二步。所以呢，怪就是啊，阁试探主啊，第29节。所以伊怪就紧诶问耶稣一个问题啊，伊讲安尼，请问是水是我诶厝边啊？伊讲这个其实有两个问题哦吼。第一就是啥？即句话是出自旧约诶利未记。利未记诶厝边往往就是拢家己诶以色列人、家己犹太人。但是呢，伫利未记19章嘛，甲咱讲啊真清楚哦。遐个架骹、遐厝别人，嘛是咱的啥？嘛是咱的厝边啊。所以伊真希望耶稣回答一下，第一个。所以耶稣若回答第一个，安尼耶稣就安那，系咱讲就是菜例啊啦吼。伊就安那试探先讲。但是耶稣是智慧的神嘛，所以伊知嘛，所以伊安那回答，伊一概拢无讲啥。伊嘛无问伊问题，伊就讲一个比喻，就是咱即摆以下要讲的重点，叫做好撒玛利亚比喻。耶稣要照着这个比喻，要调整这个律法师的律法观，嘛想煞要教示四周围的这军队的人，什么是厝边。第二大部分叫做引出真理，记载是30到37，咱请兄弟做来读，请。草坎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看去伊就迄个闪过去，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看了，游玩对迄边过去，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对遐过，看去就怜悯伊，棍碗用酒停伫伊的吊伤的所在，甲伊包地。将家己的精神互伊徛，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隔日摕银仔2个，互店主讲，着照顾即人所费若够加，我倒转来才行你。即3人中，你拍算打落一个，做拄着插迄人的厝边。伊讲怜悯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多谢咱各位兄弟，因为咱对这个比喻拢非常的熟啊，吼，所以呢，咱就来了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伊做了什么？是和耶稣讲伊是怜悯的吼，所以头一个部分呢，就是讲怜悯厝边吼，记载是33到35。咱头拄所读的经文已经甲咱讲吼，讲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独独意思就是啥？讲唯一啦吼，唯一意思就是讲头前有人经过但是讲独独有一个吼，头拄迄2个人是啥物人？第一个就是祭司，第二个就是啥利未人吼，这2个拢是宗教元素啦，宗教元素讲起来应该真有听心甲对咧，但是也真奇怪吼，看拢走啊吼。更较重要是啥？更较重要是这2个宗教元素，甲互插拍甲半死的这个人，这3个人。拢是共以色列人，拢是共一个族群的人，共一个族群的人，却无帮衬家己的人。耶稣其实要讲就是这个，所以耶稣过来讲，独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款人呢？其实因是南境的啦，其实讲歹听叫杂种啊。伊毋是纯的犹太人，毋是纯的以色列人，伊有甲外族有通婚过吼。这种人是以色列人。看袂起的，所以以色列人无爱甲撒玛利亚来往但是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讲，结果是迄种无爱来往的迄种的族群的人，甲要来拯救这个拍卡半死的以色列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伊经过时阵，伊毋是甲过呢，伊搁来看，不但看，搁安那用酒
来停伫迄着上的所在。其实咱知吼，酒吼加减减拢有啥消毒的作用吼。了后，搁甲包包咧，包包了，毋是安尼就走啊！伊知吼拍到半死足忝的，吼，迄是重伤吼，着伤非常严重。所以呢，伊就搁甲扶起来，坐伫家己的床上，吼，了后呢，搁甲带去客店。不但安尼尔，伊搁留伫客店啊，来甲照顾伊。大家才能知影讲，一个出外人拍到半死，上界大得到上界大的迄个安慰，毋是讲甲他空嘴好尔，搁较大时阵有人甲陪伴哦。所以咱知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伊头一点着做着就是啥？伊是一个陪伴的人。伫旧年9月时阵呢，阮高雄区会吼，伫这个高雄家家会客室啊，伫遐咧做一个志工会客志工吼，就是帮助者受刑人的家属啊，去要来登记吼啊，要来做这个会客吼啊，因为做会客爱写资料啊，有诶年纪较大吼啊，毋捌记哦，还是讲无方便，还是讲家属头一届来啊，阮这志工阮就来做阮服务啊，透过这个服务吼啊，时间久吼，阮嘛会使甲伊传福音。啊，有一个妈妈哦，已经超过70岁吼，啊伊资料拢写好啊，啊伊就坐伫迄个会客室的外口啊，开始伫遐咧等吼，后一梯啊是第几梯就换伊，伊就使入去看因后生吼。伊就看到阮穿迄个背心吼，伊就足欢喜的，伊就走过来，伊就甲我开讲，伊讲啊，某某人你是基督徒吼？我讲是啊，我讲你哪知？因为吼，你有迄背心有写迄个基督教吼，高雄区会根生团去高雄区会。我讲对，我是基督徒，伊就开始甲我开讲。伊讲伊嘛是啊，我讲哦，啊你伫倒位咧聚会？伊讲吼，我伫迄板桥187板桥，吼是某一间长老会的会友。我讲哇，你走来甲遮？讲是啊，开始开讲了。我问讲，啊你要看啥？伊讲要看阮后生啊。我讲啊，恁后生是安怎？啊，伊就开始讲阮后生的故事。伊就讲吼，阮后生吼冤枉的啦。我讲啥吼冤枉？伊讲后生有一工吼，啉酒啉啊醉茫茫吼啊。困伫因兜的家己的厝的1楼，我讲啊，困伫1楼怪，哪会发生问题？伊讲吼，伊就去互因孙的女朋友冤枉的。我讲啊，代志是安那？伊讲吼，伊的孙的女朋友吼，讲告阮囝吼，讲甲性侵害啦吼，就是迄个妨碍性自由吼，所以恁囝互判3年8个月。啊，我讲啊，恁囝啉甲醉巴巴，讲对啊。啊，恁甲水帮慢慢1楼到3楼，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伊讲对啊，伊讲吼，伊甲即马真侪问题，甲即马找无答案，所以伊的心吼总是想到遮就做八百的。伊就讲吼，不但安尼呢，吼，迄门佫锁咧，锁还佫拍会开，不但拍会开，伊的孙甲女朋友佫做伙哦，因的孙拢无爬起来吼，而且规个即个过程当中无超过10分钟吼，无离开因的心部的眼线无超过5分钟，这个代志是安那会成立？伊甲即摆拢找无答案，所以讲伊若想到遮，伊的心就真艰苦、真逼迫，一直甲即摆找无得答案。总是呢，嘛已经互判刑来服刑啊吼。啊，伊就讲到遮，啊，伊就嘛是心就真艰苦。佫怪呢，伊就问我一个佫较重要问题。伊讲吼，伊就知我团队讲团队，我请问你吼，因为互判这性妨害自由吼，若要报假释，拢要回答遮个问题吼。啊，评估过才会使报假释，请问。免那写哦，当然毋是讲这3问题是足济啦，我是甲重点安尼啦。我看，我甲讲吼，我讲阿姨，因为伊讲70岁啊吼，啊，所以我叫阿姨，我讲阿姨真歹势，我坦白甲你讲吼，你若讲吼，恁囝是互冤枉的，你若照呢回答，你等于是认罪啊。但是吼，你若无照呢写吼，你着评估袂过，评估袂过就是简单讲，就是关到最后一工才会使出去啊。啊，所以阿姨我嚟讲啦吼。体制内的我无多帮助你，但是体制外我尽量帮助你，就是我尽量都陪伴恁囝吼，到最后一工安尼啊，这我做会到的，但是体制内我都做袂到。伊讲多谢你啊，伊讲伊嘛知啊，所以事后了吼，伊嘛咧甲我讲，伊讲吼，伊若一个人吼，伊若要来为台北甲看因囝坐车爱开车，伊拢当爱配合因新妇，还是查某孙的啊休困的时间啊。伊问我讲，我敢袂使坐去童年，坐到南马坑吼，你去甲我载，载我去看阮囝安尼敢袂使？我讲会使的。嘛因为安尼，咱嘛我甲嘛服侍2-3遍以上啊。嘛因为安尼，伊的心加减拢得到上帝的安慰。啊，不但安尼，嘛因为。照到伊，我嘛开始用会计的方式来关心因囝。
吼，因后生就甲我讲，伊讲其实哦，伫即个社会，伊就开始接受即个信仰，总是伊毋捌好好来去思考即个信仰甲伊中间到底有啥物关系？无，但是即马呢，来到即个家啊，吼，时间济啊，伊就开始思考，所以问我讲，老师，请问你敢会使寄迄个手抄本的圣经互我？我讲好，我就寄迄个马克福音互伊写。伊经抄了，伊甲我讲，老师你敢会使佫寄第二本互我？我讲安尼你要写啥？安尼好无？我写，我寄约翰福音互你写。我讲好，吼，伊嘛已经要写了吼，所以写了，伊佫叫我佫寄吼。嘛，因为安尼，伊伫内面，伊会使好好来思考即个信仰甲伊的关系。伊嘛共款问我遮个问题啦，我甲讲，无安尼我想足久的安尼好啊。无你干脆写就讲，因为你是啉酒啊，结果呢，伊嘛无成功吼。老师甲讲，你袂使啥物代志拢舞落后酒安尼袂使，所以伊讲摕转来吼。所以伊佫无过啊，无过就还佫想第二种办法。所以，阮经常团契，阮遮的志工，阮毋是受刑人的家属，阮甲伊是无共款的族群的人。但是，伫因有需要的时阵，阮愿意伸手来帮助因，互因会使你来得到天父上帝的安慰。这就是阮经常团契要替为因做的。接下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伊佫做啥物做啥物代志呢？咱做伙来读，请继续替阮两个互店主讲，着照顾即人，所费若较低，我倒转来吃行伊。即所咱看看，即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伊毋是甲人等伫即个即个旅店里人就走，毋是哦，伊佫继续，伊就佫摕阮两个，互即个店主，迄阮两个吼，会使互迄当阵的人一个，会使一个，互迄当阵的人会使过3礼拜的生活，吼，所以若个换算咱即马的价值吼。大概有1-2万走袂去哦，所以这毋是一个小数目哦，吼。所以伊知讲拍到半死人真严重，爱带真久啦，吼。所以呢，伊就摕军安两个互伊。不但安尼呢，摕了伊佫交代一件代志哦。伊讲若无够，无要紧，你先出，我转来干哪遮行李。吼，所以讲到遮，咱就知影讲，这个互拍到半死的这人，伊会使得到充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所以咱知影。伊真紧啊，应该就是会复原吼，所以咱知这好撒玛利亚人，第一，伊是有付出迄个生命的关怀；第二咧，伊有实际的帮助。伫去年1月份，我甲我娶我妈妈，甲我外甥女去坐船游迄高雄港吼，游的当中，我手机都响起来吼。我就去拍开看，出现4个字叫做“稳重号码”。请问列位兄弟，你的手机若出现这4个字，你头一个反应是啥？90%拢甲我讲，迄叫做诈骗的，对吧？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吼，就是人用迄公用电话卡里嘛，有可能出现这4个字。我就只有甲拍开啦吼，听迄头就出声音来啊！伊讲老师。我是你高雄家福音班的某某人吼，我伫12月底已经出国了，我即马需要你安排我大个所在。咱就知这是一通求救的电话，这真重要吼。因为阮经常团契有当时拢会接到这种 case 吼，所以我讲，你等我10分钟。你佫敲我吼，所以呢，伊挂断我就紧来敲电话互一个我曾经帮衬过的这个同学。我讲等下某某人去你遐，你替我交代1工就好，明仔载我就甲载走。伊讲好，10分钟了，这个同学佫敲我。我甲讲你即马记号好吼，你迄个主机记号好，你去找啥物所在，去找啥物人吼。了明仔载我甲你带走，伊讲好，了伊就家己去啊。第2工我人客送走了，我就紧来开车去载迄个同学。再了，我就甲载去当阵阮办公室的主任吼，还是高雄革命教会吼薛牧师哦，伊当阵是阮的这个主任吼，阮就开始研究吼，要哪来，要这个要给安排大所在吼，安那做是上介好啊。研究到最后呢，阮就一个答案，一个共识，就是讲，因为这个同学呢，伊是一个吸毒的，出入吼，加已经20-30年啊，继续咧袂使，已经50岁啊，所以我们开始想。安尼就甲送去承受的上介好啦吼，对于未来较有帮助，较有顶头生可能性。所以呢，阮就透过关系吼，开始甲报名，开始怎样去体检。1礼拜以后，阮就甲送去到这个
晨曦会哦，伫这个屏东有一个长治村吼，屏东村吼，就是伫长治遐，就甲送去吼。送去了后呢，伫遐过差不多3个月，因为伊本身有肝硬化，所以呢，伊就需要去北空机来做检查哈。一检查了，伊就需要住伫遐，差不多有1-2礼拜。因为晨曦会人无遐尼侪人好甲照顾吼，所以呢，无偌久呢，伊就只好离开这个晨曦会。离开了后呢，我就感觉袂煞咧。因为一个吸毒人若无环境的保护吼，真紧伊就开始就搁沉沦啦吼。所以呢，我就敲电话，我讲某人，咱约一个所在吼，来见面，他嘛讲好。所以呢，阮就甲约伫这左营头前有一个个星光三月吼，伫遐我就甲伊见面咯，甲伊开始来搁来劝伊搁去晨曦会啦吼。当阵呢，我就看到伊的骹吼，因为伊这个肝硬化毒败无啥会出了，而且伊出晨曦会了吼，伊就开始会使讲。叫做解药啦，所以生活无敢正常，所以咱看伊骹尖敢若面骨啊，非常的大，非常的肿。我讲某人，你一定要过去晨曦会，你若无去你一生会了去。甲讲足久的，伊想想讲嘛好所以佮重新佮报名，佮出来佮去体检。了后呢，就要去啥？即届第2届要安排去田中的这个晨曦会。我甲讲同学，明仔载7:20。你伫迄个高雄信义国小的大门口等我，你袂使迟到因为我火车票给买好讲好了呢，第2天呢，我就紧来开车去，7:20伫遐看等有人嘛，结果哇等无人，我心开始着急嘛，因为要坐8:10的火车，结果等无人了呢，无偌久伊就这同学打电话我，伊讲老师真歹势，我无钱好食饭啊，我摇到即摆已经骹。无到搭脚车，你敢会使来甲我载？我讲好，你人伫倒？我人伫高雄的5家，所以呢，我都紧来开车，佮开差不多半点钟，去开到5家去甲载。载了呢，我看到迄个人已经规人要花去啊！所以载了后就紧来去到这个高雄火车站，佮退票以外就紧来去带去西门食饱食饱了呢，阮就来开始来坐火车，坐自强号去田中一路上呢。就差坐2-3点钟的自强，到田中呢，是毋是都已经足顺遂的？也无啦伊就甲我讲老师，我啥物物件拢无呢？恁即摆看到我用迄红的裤箍起来，迄就是个总财产迄个家己袋内面就是总财产，内面底啥？除了证件以外，就是规领替换的衫，其他啥物拢无，这就是个总财产。了后呢，我就想讲，安尼嘛袂使，甲你送入去，你啥物物件拢无，你嘛无法度生活，所以我就紧来带伊去全联，甲买一个你看，就是迄白色的袋迄就是替伊买。买了后呢，我就甲送伊甲晨曦会送去晨曦会是毋是伊就会使好住伫遐？无伊讲老师，迄保证金要7000块咩啦？我讲，既然上帝甲你带到遮，上帝是啥？亚法以诺的上帝，伊会想办法。我讲你住伫遮袂紧，其他办法来想办法。所以今日透过私人的这个关系我都找人来甲奉献。嘛，因为安尼伊才会住伫遐所以呢，伫无偌久了后呢，1-2个月伊就写批互我伊讲感谢你无私的奉献，互我伫遮会使好安心的学习，来使改变生命。嘛，因为伫遐呢，伊住几个月住到12月时阵，去年12月呢，因规村的人去到迄个田中的牛奶堂去遐献诗献一首歌叫做啥？叫做一件礼物一件礼物咱做来听。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分给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
虽然阮健身团契，阮遮志工，阮甲伊无共款，阮嘛毋是吸毒的。但是呢，阮愿意为着因，阮伸出手来帮助你。嘛，因为安尼因会使有机会来改变生命。嘛，因为安尼，因会使徛伫正人面头前来见证天父上帝对因的疼。最后是风影兵丁吼，记载伫36到37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了咧，耶稣问因讲：你拍算打落？你拍算去杀人打落一个是落地插迄人的厝边？这律法书就讲，就是怜悯伊的。接续耶稣甲讲：你去安那，照安尼行。耶稣有什么意思呢？耶稣意思就是讲，接续你就去怜悯你四周围有需要的人。那安尼呢，迄就是啥？迄就是你的厝边啊！所以这就是咱去应该照耶稣所去做的来行，耶稣讲的来行。所以是我的厝边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讲，迄个厝边意思已经无再个限定是甲咱共款族群的人。只要你看到你四周围人，有需要的，你愿意伸手帮助你，安尼伊就啥？伊就是你的厝边咯。耶稣讲这个比喻了后，嘛问迄个律法师这个问题，律法师嘛已经回答讲，就是怜悯伊的。安尼接下来，这个律法师就已经找无空芳，过来试探耶稣。所以呢，这窟耶稣在这个试探耶稣这个戏剧嘛已经结束，就亲像风影拢变掉了所以试探也就结束。最后就是结论的部分。咱今仔已经知厝边的意思，所以呢，咱就要开始去观察，伫咱四周围的当中，是什么款的族群需要咱去给怜悯的。当你去安尼做的时阵，你会发现，上界大的族群就是未信者。伫咱即摆时代，咱即摆世代，叫做落尾的时节。落尾的日子时日，就是讲啦，已经末世要到。伫末世要当中，末世要到，上爱需要的就是福音。所以呢，你会发现讲，伫咱四周围上界大的族群呢，就是啥未信者。咱若该当做咱的厝边，咱好互伊是啥？就是咱身躯有的，就是福音。你甲我拢有这个福音，咱就会使互这四周围的未信者。当咱安尼真正去做的时阵呢？咱就是已经尊叹耶稣讲，你去照安尼行上介好的教示。耶稣甲律法师所讲的话，嘛是2000年后对咱所讲的话。这句话拢嘛是向每一个人所讲的，这都是甲咱的关系。因此呢，咱就要去照耶稣所讲的，甲咱的去怜悯咱四周围的人。这四周围的人上介需要的。就是啥？就是福音。我相信咱列位的兄弟，你所接触的族群当中，上少有2个，一个就是你厝内的人，第二就是你的职场，就是你工作的所在。上起码还有这2项，但是我相信绝对唔难啦，可能更较济。嘛，这2个族群当中，嘛一定有真侪人也是未信者。咱若将伊当作咱的厝边，安尼，咱就应该将咱身躯顶所有的，就是咱福音来分享给伊，互伊甲咱同款，拢会使得到迄个天父上帝，互咱上海大的祝福，就是迄个福音，迄个得救。这是咱三角压头来祈祷。爸上帝，多谢你，今仔透过这个透过咱解说，咱已经知影厝边会真正意思是啥。爸上帝恳求你，这时你嘛感动愿意向这个厝边分享福音的这个兄弟，恳求你赐予因教业的时间、教业的金钱、教业的智慧，以及这恩赐，将这个福音来甲人分享。那安尼，阮就要将荣耀归乎你。祈祷奉耶稣宝贵圣主名求，阿门。
咱搁一摆拍破啊，感谢罗团队今仔日伫咱当中的正道甲分享。感谢主，就亲像团队伫咱当中所讲的，伊借着耶稣基督的教示，搁一摆提醒咱，咱会当成做一个疼厝边的人，咱会当伫咱的活命当中，伫咱的生活当中，看到咱四周围有啥物人。真正是有需要帮助的，实际上伫台湾其实真正基督徒的比例就敢若5-6%尔，所以其实伫咱四周围有真济阁未信主的人，阁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咱就亲像效法耶稣基督的疼，来疼咱的厝边，互咱嘛会当成做别人的好厝边，会当伫因的活命当中。带来上帝美好的稳定甲疼痛。好，这时咱要做伙伫奉献进前，咱要做伙来欢迎今仔日咱第一摆来到伫咱当中的新来兄弟。好，首先咱来介绍何桂英姐妹，何桂英姊妹好，这是素儿姐介绍的姊妹好，欢迎你来，谢谢。好，搁来是。庄长福弟兄，庄长福弟兄，这是苏曼姐给介绍的，搁有曾小霞姐妹，曾小霞姐妹，这嘛是苏曼姐介绍的姊妹，搁一个是吴丽美姐妹，这嘛是苏曼姐所介绍的，欢迎恁。今仔日做伙来到伫安乐新教会，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嘛请咱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主日崇拜后，咱拢会当有时间，会当甲咱所亲爱的厝邻的人做伙彼此来分享、来沟通。好，下面咱要当心有备心来奉献，就借着亲像他拄仔卢团队伫咱当中所分享的，嘛互咱会当有即个。会当帮助人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对上帝所来的，包括咱所赚的金钱，包括上帝所赐予咱一切的财富，咱会当用金钱，会当成做真侪人的帮助。就虽然咱可能无法度有能力、有气力，会当去真正帮助到一寡人，但是透过咱的奉献，咱会当透过教会。伫当中，嘛会当去帮助到真侪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时咱特别伫咱招待桌吼，拢有放迄个奉献录啊，是今仔日特别要为着更新团契伫当中来奉献的。若是有还未摕到即个奉献录啊的，嘛会当来找咱的招待的同工，会当来摕即个奉献录啊，咱会当做伙。用咱的金钱做伙来支持更新团契的事工，嘛会当伫当中借着咱的奉献去帮助遐个人。好，这时请咱同齐起立，咱用今仔日的诗歌，将我上好的来献互主，互咱会当用咱家己所拥有的，会当献互主，互上帝来录用。心灵为主。
心中的宝藏，托主你凡事中在乎，不免为家己心恶。上帝所行都是圣行，会变事好真细腻，应当应甲真心听主，将这好风献予主，将我最好的献予主，献我年轻的力量，情敌全部少年观众，为主真正的真着。咱同心来祈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予阮，互阮伫地上有会当帮助人的能力，互阮会当真正照着上帝你所赏赐的能力，我会当去将阮的奉献献互你，互你来路用，互你会当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主啊，因为阮知影，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恩典，阮愿意将这个恩典奉献出去，为着是要互更较侪的人会当经历上帝你更较大全能的救恩。主啊，愿感谢你，愿你嘛亲自赐福伫阮活命当中，照着你的应允所讲的，你要照着安尼来祝福所有兄弟姊妹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嘛特别甲卢团队、甲经生团契所有事工、所有同工三甲同在，对担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请坐，今仔日咱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